如果你而家做緊嘢，但個腦停唔到，一路諗緊其他嘢嘅話，呢3分鐘可以幫你慢慢返嚟，唔使停低所有嘢，只係停一停，將注意力放返喺個呼吸度，吸氣，呼氣，再嚟多一次，吸氣，呼氣。可能你會發現個腦又開始走咗，呢個都好正常嘅，唔需要控制，只係再一次將注意力放返喺呼吸度，吸氣，知道自己吸緊氣，呼氣，知道自己呼緊氣。而家試下留意個身體，例如胸口或者個肚，吸氣，輕輕打開嘅感覺，呼氣，慢慢放鬆。如果思緒再出現嘅話，唔使理佢，只係再返嚟自己嘅呼吸度。最後3次嘅呼吸，吸氣，呼氣，再嚟多一次，吸氣，呼氣。你唔需要變得好專注，只要有一刻你喺度，咁就已經足夠㗎喇。當你準備好，慢慢返去你頭先做緊嘅嘢。你唔係一個人，我會一直喺度陪住你。